外面在闹什么？明明就是他。是芈月逮住了魏王给魏夫人送礼的人，说此人曾在去年在武关给王后下毒，被发觉后潜逃。魏夫人得知来抢人，两边闹了起来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大王，这女子是魏王派来给臣妾送东西的奴婢，芈月无理取闹，竟将我母国来人随意拦截侮辱。芈月与他无冤无仇，何苦要与他过不去？这女子明明就是去年在武关毒害王后的凶手。芈月血口喷人，这女子与王后从无交集，也将她指认为下毒之人，欺人太甚。芈月绝不会诬陷一个清白好人。去年我亲眼见到这女子扮成厨娘，在武关驿馆下毒，若不是女医治医术高明，王后就差点丢了性命。她只是魏国宫里一普通女婢，为何要千里迢迢去武关毒害王后啊？那就要问魏夫人了。你竟然将这脏水泼到了我身上，大王，臣妾实在冤枉，你可要为臣妾做主啊！就算这个女子真的谋害过王后，你硬说魏夫人是其主谋，到底有些牵强。芈月打探过了，这女子叫桑儿，宫中人人皆知，她曾是魏夫人的贴身陪嫁侍女，在秦宫侍奉魏夫人多年，与魏夫人十分亲近。可就在去年年初，王后临嫁入秦宫之前，她突然离开了秦宫，踪影全无。若不是事出有因，这突然失踪也太蹊跷了吧。你抬起头来，寡人记起你了。芈月说的没有错。大王，奴婢不是桑儿，奴婢是……大王，这桑儿绝非是芈月所说的下毒之人。魏夫人说的是，武关下毒之人绝非桑儿。芈月不会看错，当日谋害王后性命的人就是他。大王，芈月捕风捉影。去年年初，桑儿的母亲过世，父亲病重，桑儿是家中独女，我给了她些盘缠，便让她回魏国尽孝。从此她留在魏国，再也没有回来。此事在我披香殿人人皆知，大王尽可派人去查问。大王，魏夫人打算害人，当然要将进退早早盘算好，找个口实还不容易。芈月这是处心积虑的要陷害臣妾呀！你到底是人是鬼，心里应当明白。大王，臣妾实在是冤枉啊！自打王后入宫，便一心想在宫中立威。臣妾帮着先王后打理后宫事务多年，被王后视为眼中钉，欲除之而后快。眼下他又指使自己的应妾来陷害臣妾。大王，王后来了。臣妾参见大王。王后来的正好，你看看，一边是你的陪嫁，说抓到害你的凶手，一边是魏夫人，说是被人诬陷的。既然此事是因王后而起，寡人想听听王后的说法。臣妾在武关确实被人下毒，事发后也向蒙敖将军通报，但因凶犯逃走，此事就不了了之了。害你之人是这个女子吗？当日臣妾身在明处，害我之人躲在暗处，害人之人识得臣妾却不知被谁人所害。那你以为下毒之事跟魏夫人有关吗？是或是不是？臣妾不知。不知？这么说，你也是早有几分疑心了吧？入宫前，臣妾与魏夫人素未谋面。入宫后，我们是宫中姐妹。魏夫人
魏夫人该不至于对臣妾下此毒手吧？王后不可姑息养奸。若不是魏夫人，那勾结一群人拦截王后迎亲车队的是何人？那一心想要王后性命的又是何人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你拿出证据来。芈月，既然你指认这个女子下毒，你可有凭证？当然，这女子从我们手中挣脱逃跑，被魁姑追上咬了一口，一定会留下印记。大王，可让人查看她的手背。哪只手？回大王，该是左手。母亲。是。怎么？回大王，没有伤疤。哎，不可能！大王明鉴，臣妾一身清白，却被人诬良为盗，此刻水落石出。大王，你可要为臣妾主持公道啊！芈月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下毒的人明明是他，手背上怎么一点印记都没有？你说呢？那下毒的人是他，又不是他？芈月，你胡闹够了没有？依寡人看，此事自始至终都是空穴来风，只是你芈月无事生非，无中生有。你把寡人的后宫搅得鸡犬不宁，如不重责，难以服众。大王，芈月犯错都是臣妾管教不严，求大王开恩，让我把她带回去，好好教训。王后向来仁厚，小责小罚，却不能让芈月长记性。公之人，臣不敢擅作主张。长子有才，有才不忠，比无才更甚。大王，芈八子来了，说有急事求见大王，老奴让他在外候着呢。他这么弱的身子，为何到承明殿来？说是关于和氏璧毒案。和氏璧毒案？是，芈八子说事情紧急，让他进来。是。臣告退。大王，过来。这手冰凉的，快烤烤火吧。母亲，端碗热水过来。是。月儿没事。没事？这么弱的身子，这么冷的天，还往外跑？臣妾只是想到了那个案子，实在在交房殿躺不住了。你身子不好，就别为这事情费心了。这一日躺着无事，就这案子的情形，我问了宫中的姐妹和相关之人，才知道此事不仅牵涉到王后，还牵涉到了国相张仪。不错，臣妾以为那个中行期很可疑，应该重新审他一次。可是太晚了。上午雍瑞来禀报，说那中行期在狱中打碎陶罐，割腕自杀。寡人让雍大夫即刻重审那犯骨，得到了些新口供，但是听起来都是胡言乱语。他说了些什么？他说中行公主拿了那夜明珠，我再多说一个字，那夜明珠便是你拿的。殷公主，你手里拿的什么？回殷公主，是舒公主和月公主的针线。绿萝，我刚才在来的路上掉了一个耳环，你可碰巧看见？回殷公主，刚才奴婢一直和月公主、舒公主在一块儿，没有看见。那是我娘亲留给我的遗物，甚为珍贵，
也不知掉到哪儿去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奴婢帮公主找找吧。公主，绿萝。算了，可能是我记差了，我可能是掉到寝宫里了。灵儿，跟我回去再找找。公主，那东西与我性命一般，你还当个什么？你们都给我听清楚了，夜明珠是肯定跑不出宫外的。东西要是现在交出来，微后责罚的只是你一个人；若是被我查抄出来，那受牵连的就是你们全家。我使唤了你们多年，二位大人，小的先回去了。此去燕国，千里迢迢，危难四伏，险阻重重。芈八子和公子季就算是能撑到燕国，一条命也去了半条。哎，怪我啊！当初真不该劝他留下。祸兮福兮。好了，我也走了。丞相，如今大秦在列国当中如日中天，长子居功至伟，就这么走了，不后悔吗？后悔。侍奉一个刚愎自用、蠢笨无比的君王，是给自己找罪受。更何况，会后是不容我的。说不定眼下正在想着如何取我的性命。你们雍家不一样，雍家是秦国的险族，根基深，一时半刻他不敢碰你。我只是心里还有一件事情搁不下，还想拜托雍公子。客官慢用。太子，听说对面那家鸭子炖的不错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在外面不要叫我太子。是。去吧。客官，里边请，里边请啊！出什么事了？昨日，我收到了一封古怪的书信，说咸阳城有人知道了我楚国太子的身份，图谋勒索，要我当心。小二，打酒！打酒！放肆！这把短剑是谁的？是你爷爷我的。不服气！大胆狂徒，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无视秦法，你想做什么？老子想做什么做什么。你能怎样？闪开！下来！闪开！你们几个竟敢跟我们动手！兄弟们，给我上！
快走！大王最近忙于军务，哪有时间看你的策论？如果大王看了你的策论，赏识你，自会派人去找你。你跑到这宫门来纠缠有什么用？不，在下不是想当官，在下真的有急事。这位校尉，麻烦你通报一声。行，我说你这策论才交上多久，就急成这样？人家交上来1年半载没回音也不急，都跟你这样，这宫门不走人了。走！不是，这位校尉，我真的有急事，麻烦你通报一下。在下苏秦，姓苏名秦，东周人。我这次……快滚！你怎么可以口吐脏字啊？我怎么口吐脏字了？我说什么了？快滚！发子，天晚了，不急在这一时，咱明日再来吧。不急，让我看完这一卷。这天一黑，小公子就闹着要找你，这会儿肯定连魁姑都劝不住了。我看完这一卷吧。这一卷是墨家驳儒家的言论，格外精彩。再过一会儿，大王就要回宫了。好了，走吧。是。姑姑，我回来了。你可算回来了。继儿呢？继儿一直哭着找你，奶娘好不容易才给哄睡了。我也是没办法。我每日去成明殿读这些策论，其实也是为继儿读的。为了将来能够帮继儿管理一方封地，学会如何开疆扩土，建功立业。都不说话。初离子，你为重臣之首，你先说。既然扣押楚王已成事实，敢问太后，楚王不日即到咸阳，此事如何处置？初离子认为，应当如何处置？天下皆知秦楚武关会盟，大王忽然下令关闭城门，将楚王挟持到咸阳。若此事没有一个妥善的处置方式，只怕会引起列国的质疑，说我大秦毫无诚信，以欺诈手段扣押他国君王，非人人君子所为，一定会引起诸侯的猜忌和敌意。只怕大秦以后难以取信于诸侯。楚离子子言差矣，是楚国质子杀人潜逃，毁约在先。楚王一直遮遮掩掩，不肯真心赔礼致歉。楚国的傲慢无礼惹怒了大王，这才命人将他带到咸阳质问而已。你以为这么说，列国会信吗？列国只是向我等要一个交代，至于信不信，由不得他们。如果他们真心想对我秦国开战，任你如何解释，他们都有动武的借口。假如他们不打算开战，无论给他们什么理由，他们都会欣然接受。雍瑞之言，初离子以为如何？如果大秦有足够的实力，说什么话诸侯都只能违心的相信，自然无妨。但眼下大秦的实力还不够，所以当务之急是要派出一妥当之人，